基美医学中心甲柳营基美病院为了协助劳灾劳工，伫咧伤病以后会用个赶紧重返工作。基美医学中心对民国106年承接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职灾劳工的工作能力评估甲强化的计划，到去年累计服务148位的职灾劳工，其中成功复工的有130位，复工的比例将近90%。我想这个主要是呢，我们过去在106年就开始承接劳动部一个计划，当我们劳工朋友受伤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工作能力评估以及强化工作能力的计划。那透过这个计划呢，我们提供我们劳工朋友一条龙式的一个复健服务。那在这个复健服务中间呢，我们利用各管的方式呢，让设计一个客制化的一个疗程。那我们的劳工朋友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恢复他的劳动力，可以快速的返回职场。那我们这106人到现在已经服务了146位的劳工朋友，那他们能够复工的回到这个工作岗位的这个完成度呢，可以高达90%以上。所以未来我们会持续推动这样一个计划，让我们这个劳工朋友呢，一旦受伤的时候可以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柳营基美病院伫去年7月加入建构职灾劳工连续性的复健服务，以一元化、量身定做、个人化的整体照护，到现在累计服务11位的职灾劳工，因此双双通过职灾职能的复健专职病院。专责医院我们就代表了一个就是对专业能力的肯定了哈，这可以想见的哈，就是说我们提供了更加专业的一个服务。那这个流程是连续性的，从职工职灾朋友的一个受伤，我们去做这个服务、评估、复健等等这整个部分呢，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医疗照护。我想这个是具有很正面的一个意义在。我们职能复健专责医院今年1月2号起已经应该是已经认可了28家的职能复健医院。台南地区非常谢谢奇美医院的2个医院的参与。那未来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量能再扩大。那透过这样子的认可，我们可以一定资源经费的资源。那当然还是要有劳医疗体系一起来合作。确实补助的金额未必是足够的，但是我们劳动部从劳动政策主管机关的角度来看，如果补助的金额有限，我们也可以利用重新的检讨来做一些归纳分析，那未来把补助的额度能够再拉高，这是我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研析跟检讨的。基美医疗体系连接医疗加职能的复健，针对职灾劳工提供个案的管理加追踪的服务，而且伫个医疗复健稳定以后，衔接安排职能的复健，强化职灾劳工衔接生理加心理的工作能力。上5个专职病院甲白医师，包括基美医疗体系副院长、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长、甲市府劳工局卫生局长嘛拢出席，场面盛大。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